啦啦今日又嚟睇 BB 啦，家喺度投訴緊個月數啊！係啊，頭先冇阿姨啊，我要拍一拍阿虎勤啊嘛，我阿姨即刻攞開我隻手啊！睇啊啦，有仇報仇嘅樣，宮鬥其實都可以活到最後一集啊！咁佢應該點啊？邊句話？我俾你拍啦！正確示範。佢家話叫杯嘢飲俾阿姨坐月啊！熱過檸檬茶咖啡。你都玩爆啊！點解我哋今日又俾人批評喎？姨姨冇講呢啲嘢啦，收聲啦！源頭杜絕。我聽講你得1分啫喎，讀單詞。哎呀，我嘅學唔得咯！佢嘅心態好啦，佢阿媽喺隔離激到氣血不足啊！陰公，我聽講啊，呢啲有8分喎，你得1分。Lucky 都同我一樣，Lucky 同我都唔識啊！超光明。阿 Lucky 0分，你1分啊嘛。詐傻扮懵。阿 Lucky 0分，我唔識啊。我咧，你得1分啊！你你就一個咯。人哋全部識晒喎。我要聽日翻去學校鼓勵阿 Lucky 先。完全略過自己。點搞啊？我哋大把進步空間啊！你啊，唔怕，我同啲好姊妹一齊進步，我會超過呢嘅。誇下海口。叫你太公保佑我科合格。你入唔入太公都要過喎你。咁啊60分到100分，你要邊分啊60分。 1分都唔貪。係咪60分係咪好多㗎？你得1分咋？唔需要啊！有這口。嘢得你係得1分係嘛？我想我4分。出類拔萃。